駿景灣北，佢係江門人最中意嘅開發商，隔離賣緊8字頭，呢度賣到12,000、13,000，但係偏偏一個勞動節賣咗超過50套。小面積嘅4.0產品真係咁吸引咩？一齊上去睇下。咁一共就有2個戶型啦，101方同埋107方。咁講得4.0最受矚目嘅肯定就係佢個露台啦。呢一個咧就101方嘅露台，一共有8個方。咁其實呢個空間位置咧，你又坐喺度睇下書啊、飲下茶啊，都還係幾好嘅。咁入門口嘅左手邊就係你個空中嘅露台啦。咁右手邊咧都預留咗一個俾你整鞋櫃嘅位置。其實我覺得呢個位置設計得幾好嘅，喺呢一度可以換好晒你嘅鞋，乾乾淨淨先入屋啊嘛。101方嚟講咧，你可以睇到個飯廳同埋客廳嘅空間位置咧都唔細嘅。其實因為由佢個露台到陽台呢一個部分嘅花槽位置咧，都係屬於贈送空間，加埋嚟都有9個方，再加上呢一個廳嘅話，佢做咗一個落地窗嘅設計，會令到你整個廳嘅光線同埋個視野都非常之唔錯。雖然都係7米嘅陽台，但係作為4.0戶型嚟講咧，就好似略為顯得細咗少少啦。所有房間咧都係冇飄窗嘅設計，好似呢個主人房咁樣加大咗上面積，有成19個方，就好似對面呢一間空中花園嘅兒童房咁樣，亦都有贈送咗接近3個方。咁樣睇落嚟嘅話，房間係咪顯得唔會太細咧？咁而107方咧，呢隻就係對流雙陽台一個戶型啦。佢係3+1房嘅。點解我佢係3+1房咧？因為你有個4.0嘅平台啊嘛。咁而呢個露台，我比較建議大家係揀偶數層，因為偶數層嘅話，如果你呢個空間唔想做茶室啊，你係可以直接改造成一個房間，可以做一個獨立嘅空間位置嘅。咁其實兩個戶型相差6個方咧，但係你個整體嘅廚房同埋呢個飯廳嘅空間感覺上咧係差好遠嘅，而且佢亦都多咗一個陽台啊嘛。咁但係兩個戶型雖然呢個戶型靚好多，但係價錢亦都爭好遠啦。咁房間咧，老實講就中規中矩啦。兩個戶型咧，其實房間嘅空間位置都係差唔多嘅。101方嘅房間係19個方，107方嘅房間係20個方，包括你嘅客房同埋兒童房嘅空間咧，相對亦都係差唔多嘅啫。咁現在睇下佢嘅交樓標準啦，裝甲門同埋指紋鎖咧，呢啲係交樓標準，同埋你現在睇到嘅裝修都係交樓標準嚟嘅，包括呢啲無主燈嘅設計嘅天花啦，同埋呢個風管機啦。廚房咧3件套就肯定有齊㗎啦，佢呢個顏色嘅搭配咧，其實都搭配得幾好嘅。但我幾中意佢呢度，佢將個洗手盆咧係抬高咗，咁樣我哋嘅女主人洗嘢嘅時候就唔需要將條腰彎得咁低啦嘛。咁所有房間咧都係呢個木地板嘅膠附，同埋都係油好晒乳膠漆嘅。咁兩個衛生間咧，亦都係配備咗呢個鏡櫃啦，同埋呢一個浴霸都係有齊㗎啦。作為江門首個小面積嘅4.0產品咧，佢吸引力肯定係夠嘅，並且佢係處於呢個濱江嘅 C 位啦，亦都帶埋裝修啦，可以節省咗大家唔少裝修嘅時間，所以佢嘅優勢係有嘅，但係佢嘅價錢係真係唔平嘅。站喺現在嘅大環境下咧，我覺得大家真係千祈唔好為咗新產品、新戶型，為咗面子就想去釘呢釘嚼，去釘呢一種戶型，我係唔建議大家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如果你哋嘅預算係夠嘅話，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過嚟揾我喺評論區打4.0，或者所有嘅戶型圖資料發俾你哋。關注思思，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